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伫暗时9点会到中国北京，川普出发进前就讲，真侪好代志特别发生，也讲会提出开放中国诉求。台中营总年册结束后，厂商入来手术房替病人开刀，检方今仔日甲涉案的2个医生、3个厂商，依照违反医师法诈欺处宰罪嫌起诉。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跟协平集团出涉嫌公务背信，那既然宜山的乡长涉嫌诈钱，含细里村长已经奉受压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这美国总统川普呢，会坐这空军1号暗时9点左右到中国北京。川普伫咧出发进前就讲，真侪好代志特别发生，也讲会提出开放中国诉求，希望美国上好的企业和人才拢会当去到中国市场。那本地无伫咧出访名单内面的飞达执行长黄仁勋，是这空军1号半路伫咧阿拉斯加加油的时阵，伊来上飞行机做回去到中国的。有人认为讲，这个会谈呢，是美国和中国 AI 科技扯拼来到政治谈判的间接咯。穿几束深色的西装，美国总统川普对草埔的中行过去，向一定记者的方向遐去。过9年的川习会就要举行啊！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12坐飞行机出发，暗算的伫13暗时9点到中国的北京。面对媒体问讲，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伫移动的问题意见分歧，伊表示针对相关问题和习近平讲长话，佮就讲相信出访的期间会有好代志。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这座行程虽然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和川普的大汉囝小唐纳并无随行，但是第2个后生艾瑞克和二新妇赖拉拢以支持老爸个人身份陪川普去到中国。另外，对这一间外国的媒体前一天因消息报道，飞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未参加这摆中国的行程。川普在社群媒体真实社群顶悬发文，表示黄仁勋当伫空军1号顶悬。靠西媒体 CNBC 报道不实，佮讲伊见到习近平的第一件代志，会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和随行的优秀企业代表团会当帮助中国变更较好。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ill be trade. 纽约邮报找北京的记者是伫社群平台 X 顶悬发文，讲黄仁勋是伫空军1号到阿拉斯加加油的时阵，才坐去伫空军1号的。除了真侪间企业的执行长和高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嘛是随行的官员之一。不过卢比奥过去因为长期伫香港和新疆人权议题顶悬，强烈批评中国，佮主导国会立法对中国相关人士机构进行制裁，和中国2摆制裁禁止入境。外国媒体法新社12报道，一直到去年的1月，伊开始做美国国务卿，中国是点点甲伊官方的翻译的名。对卢比奥改做另外一个卢的卢比奥，意思可以当闪禁令入去中国。外国媒体报道，川普一群人有可能是住伫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行路差不多10分钟路程的2间饭店，北京绿马桥书记饭店、燕莎中心凯宾书记饭店。因为这2间饭店12到15拢无搁接受外界订房，搁对顶摆6礼拜都开始加强西库利亚的戒备。除了会议的行程，川普暗算14下晡，习近平陪伊参观明朝和清朝皇帝祭天旗号的所在地天坛。比作1975年福特总统了后第一个造访这座历史古迹的美国总统。公司新闻单是董炳益。因为这个川习会是伫明仔载就要来举行，川普讲会讨论到对台军售议题。不过，这个举动敢会去达到美国对台6项保证的红线呢？美国国务院也出来挂保证，讲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6项保证是照片照行。不过，学者认为讲呢，川普将有可能会为着这经济利益做出政治让步。川习会要伫个14起过，台湾议题嘛，互人提出来谈判。川普本人伫个出发进前预告，会甲习近平讲到对台军售的议题。不过，根据1982年美国瑞根政府对台做出的6项保证，其中包含美国未针对对台军售的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是不是因为安尼达到红线？美国国务院伫第一时间表示，要是按照6项保证行。川普总统也许他会天马行空，会脱口而出。但是由白宫跟国务院组成的所谓的 Trump Administration， 川普的政府，他的发言才是政府的态度。最后白宫会出来把他拉回来，不与中国讨论对台军售，这个是基本的底线。我们相信，也期盼，
也要求这个底线不应该被打破。川习会的这个进行，我认为是对地缘政治的安全以及对于两岸包括台海的和平稳定，乃至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所谓的健康的建构，就是有帮助的。川普说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合适的总统，那他能够确保台海的稳定跟安全那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而且川习会一旦强调对台军售，后续恐惊会冲击台湾国安、外交甲经贸。中国外交部是借机会呛攻，反对美国卖武器予台湾。咱国外交部嘛回击，强调中国这几冬一直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造成威胁。中国的相关言论毋若无立场，咱国嘛会继续甲美国合作，建立会当黑惊甲阻止的力量。川普看国际关系总是用金钱来看，或者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不排除中国方面要求是政治利益嘛，那美国方面要的是经济利益嘛，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交换利益，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学者刘德海嘛分析，中国有可能借这个机会施压，毋但要求川普公开反对态度，甚至阁要求爱两岸和平对话。伊嘛呼吁，伫美中两强竞争的国际局势下，台湾恐惊还袂当只是西瓜挖大饼的。记者综合报道。川习会明仔载要举行，也拿咱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仔日施行太武操演。金门守备大队运用各种的火炮、战车、驾车阻挡敌军，而且头一届使用标手飞弹击到目标，展现着自我防卫决心。另外呢，这军国特别调的预算去予南北两党贷4700亿，造成国内无人机产业受到冲击，那会影响到3菱、廉江、应联同款受到影响。真济台 CM21驾车地震线一合向海面火力全开射击。13头早，金防部展开太武操演，模拟强军登陆，执行反登陆作战，出动榴炮、加农炮、迫击炮，建构精密的火网。这届实弹操演上大特色是标枪飞弹，头一届伫金门展示，有接近速度紧、拍正准的特点，用来反制中共海上两车步战车，官兵展现训练的成果。头一场就精准拍到海上标靶。标枪飞弹展示反装甲火力，M60A3 战车、CM21驾车机动部署到海岸阵地，消灭想要登陆的强军。它并不是用来做坦克大决战，而是对敌方的两栖车辆或登陆舟艇进行射击，也就是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迷你的反舰飞弹。那在4公里左右的射程内，它能够一个有效的摧毁来袭的两栖战车、登陆艇乃至于气垫船。另外，国军以陆俄战争的经验，按算1.25兆特别预算，购买21万台无人机，7320架无人艇，强化部队清作战。不过，在野敢若通过7800亿的版本，三度无人机载具 AI 系统整合，让台湾的无人机发展出现变数。经济部无人机产业专家小组共同调一人，陈炳辉伊讲，若是有军方的大笔订单投入，唔来当去因厂商加入，买当降低研发的成本。我们要做一个晶片，假设要请那个联电跟那个台积电做，你没有50万颗，他不会帮你做。所以说你也就是代表说，要下大单就对了，你就一定要下大单。陈炳辉是讲，台湾无人机有能力做到好用国俗，目前已经外销去欧洲。预估今年产能会当比去年增加4至5倍。望调野重视无人机的发展。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淡江大桥，昨是正式通车，不过通车的头一天呢，警方就抓到17件交通违规。那今仔日受这轿车的司机无伫咧注意3台车弄做伙。另外也发现讲呢，民众对边仔进行道打到奥多摆道，甚至坐伫栏杆顶头，也有民众呢想要冲到车路去翕相。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拢是违法而且是有非常危险的行为。若讲到这机车道有人嫌伊伤过下，护栏也拢无包起来。公路局已经解说真侪介入，今个再开记者会，强调这个施工拢是照标准流程在做的。机车开去快车道，互警方查落来。大车有专用匝道，你们要走那个匝道。当货车驾驶无行专用道，也被查落来处理。种种违规行为拢伫淡江大桥通车第一天，警方处理17件，车祸阁是连续发生。通车第一天，轿车甲重机遇到13个驾驶技术分心，造成3车对撞。虽然原因爱阁调查，不过淡江大桥开通了后，状况是真侪。
即使天空不作美，还是有不少旅客亲自造访淡江大桥，但想要在这里留下美照，还是得遵守规定，包含行人跨越车道拍照，以及车辆半路临停都是危险的 NG 行为。检出两段违规是公路特别提醒，因为某民众踏在栏杆，甚至想要冲过车道翕相，要让会坐伫机车道栏杆休困，也惊机车驾驶伫较无车的时阵停伫路径落车，拢增加交通安全的风险。一座桥不单是美丽，最重要是安全。没有安全，再美丽都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一定让交通安全顺畅。淡江大桥正式启用，暗过风波未少，为机车道跨度、护栏无保护甲桥梁相关的设施，拢被外界质疑有工程缺失。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安全的重要性，高雄桥进行一项大动作澄清，13个开记者会强调拢是照标准定数来施作。交通上面要去这个微调更细致的这个部分的话，那这个目前我们跟这个新北市交通局这边都互相在这个共同在观察每天的一个车流。桥管中心里面有配备这个26支的 CCTV 监测器，那可以长时的监控桥梁上面的状况。其实政府研修从全台会议桥梁管理中心24点钟监控动态，暗过要互淡江大桥更安全升级。高雄桥回应会观察车流，搁甲新北市府检讨建商伫交通后置管制等层面继续调整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屯一大社会主体工地今仔日发生火灾，国家主导中心表示讲，施工团队呢无甲这防火规划做了好势，害作业的时阵这火星落落来，落到这地下2楼，烧到这塑胶帮膜规个就导火起来咯。那台中市政府是当场下令停工，而且依照建筑法和空污法来甲因开罚单。哇！拢个一直撑到天顶去，火势一烧就烧到停袂落来。台中市北屯区屯边一街和屯边街路口的新边好色社体工地，13早起9点半左右发生火灾，消防局出动大量的人车灌救，附近的住户是互烧的臭味呛到，拢紧走出来。先有烟，到烟烧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有火光出来。对啊，里面很臭。发生的地方是在地下2楼，所以目前我们想办法在进入中它现场还有很多阴架，甚至有些阴架是倒塌的国家主导中心在起的新平好色社会主体，2025年的8月动工，基地面积是4478平方公尺，拢总规划154户，按算2028年的时阵完工。13早起正在进行动跳的铁路工程，用医刮在测的时阵，火势是落到地下2楼，落到管控局里动跳使用的塑钢模板顶管造成大火，现场的工人虽脱离是无造成伤亡。但是主导中心承认疏失，施工团队无做好防火区域。现场应该是有些疏忽掉了，因为它是沿着我们中间装的孔洞，它火星就沿着孔洞掉到地下室2楼，所以这部分我们会针对于我们全部社宅有使用塑钢模板的工地，我们全面的要求他们要去加强我们防火区划的部分。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款。台中市政府认定施工单位是违反建筑法，下令停工，而且罚因18000块，共补展开空品的检测。经过伫下细风的所在测到 PM2.5的数值，达到每立方公尺56微克，做落来嘛，照空污法的罚因10万到500万。到13下晡5点，工地火势是还未完全拍花，另外火灾敢会影响到建筑结构的安全。国家主导中心会委托技术工会鉴定，确认安全无问题才会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住伫台东的外国人，因为含厝内面的人冤家就离家出走，家属报案找人，12个消防员伫一个石头旁发现到一个外国人，伊已经吊伫遐4天了，加在伊意识真清楚，目前已经启动救援的行动。13早起，台东县义警2消救男人员开路上山，前往东河乡东海华山尾新小马大山区，搜救一名受困4天的澳洲籍男子，因为沿途拢是无人行过的厝家地形，救援难度是真悬。都要小心因为伊这个过溪嘛，过溪了后，搁爬起梁啊，然后杀骨落来嘛，
一般人不会这样子。这名澳洲籍的男子怀疑是4天前项目完结了后，就家己一个人骑机车到部落后壁的山骹，就煞了后煞来失去联络。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12才透过空翕机发现伊匿伫一个山壁石头内底，身体状况和意识拢真好。不过救援人员研判现场的地形无适合救援伫升机挖进吊挂作业，敢若会当靠人倒爬上山。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坐标都取得了，但是它的地形是陡峭的，人员靠近是比较困难。伊的亲友拢伫山骹直直喊伊的名，加载拢有回应人平安。不过消防局动员30多名义消义警，一路爬起爬落，不离啊艰苦。实在想无这名澳洲籍的男子是安怎爬上山壁的。台东县消防局表示，希望今日天雨进前会当接到伊，佮看附近有适合的地形，用直升机吊挂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有这个台囡仔的案件来发生咯。这高雄呢有家长指控讲，伊的查某囡仔呢读高雄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老师说甲伊的查某囝呢卡接片拍甲乌青结血。虽然讲这老师有来回实咧，讲是情绪失控才起卡动手的，不过即马教育局已经启动调查咯。若准是事实，上当罚60班，而且一世人拢袂当搁再假释。妹妹，你会痛吗？哪里会痛？家囡仔3个9来看，就算已经有髌骨落感觉倒边肩胛头也是有红红的痕迹。家长讲，伊的查某囝今年5岁，读高雄三民区一间幼儿园，2年前同一个老师都捌因为囡仔袂晓念数字，揪囡仔耳啊。迄当中回实咧讲是无细字照着的，这个囡仔规个卡只片拍甲乌青结血，老师讲是一时情绪失控，家长无法度接受。你当老师，你的情绪控管有问题，就是就要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在这一块的人。但是我觉得你都没有，因为从第一次发生了到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去反省，也没有去寻求一些管道。一切该配合的，我们通通都会配合。现在目前，那一位老师行为人，他现在也已经不在学校了，我们已经有做马上的处理，老师也离职了。涉案的老师已经向市透露，教育局接到通报，再启动调查。除了保留监视器画面以外，也协助受害囡仔去高医的离校中心验伤，提供社会局甲司法单位来评估。教育局强调，只确定不当管教的事实，涉案的机构甲老师拢要接受定处。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其他情绪影响到当下的决定，当然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只是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可能一次的什么的就否定他们之前的所有的对小朋友的好。有其他家长讲，这间幼儿园的风评袂歹，因为边仔要起厝，学校按算7月底就要收起来啊，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不只个教育局表示，若要停业，上话6月初进前爱通报，目前因也未接到消息。记者柯家族用高永昌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足超过，这新德县德北有一间加油站，一个公车司机伫咧加油的时阵，却伸手乱摸这加油站的查某员工，犯案的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依法侦办。那这个司机已经互停职，受害者也咧甲告。公车司机来到加油站加油，油拢已经加好啊，却阁唔离开。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公车司机后一秒拿像伸手去摸加油站女员工，员工惊到了，赶紧用手去动，避去边啊。我们离客人那么近，肯定会担心啊。这个动作不好哦，这个不雅的动作我们要制止，我们不能让那个客人这样子，连同家长要提告，那我们公司就协助他来完成这个事情。代志发生伫新德县德北地区的一间加油站，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也已经依法侦办。公车业者也已经甲这个司机停职，进行内部调查。接获报案后，已立即依规受理并通报，后续将依法侦办。在此呼吁，应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切勿有性骚扰行为。本公司针对此事高度的重视，那目前已经将涉事员工停职，并启动内部的调查程序，将依相关的法令以及公司规定对该名驾驶进行处置。根据了解，这穿低高手的查甫已经不是第一摆安尼生，目前加油站受害员工加家属，也准备向对方提告，予伊付出代价。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昨有一个查甫人，伊食酒醉，伫咧火车区间车顶头起酒声。
列车长去了解，甚至对是匹配叫恐吓列车长。若讲到今早起呢，伫新北路州有一个乘客坐公车，家己要落车，却无去试这落车铃，过来骂司机，甚至甲司机拍。若这个司机也决定讲要甲这个乘客告啊。这个查甫爬起来，雄雄行位车前，一直甲司机撸，雄雄正数压起来，要拍对方，搁压车窗的钢腿也要共讲。要不，你怎么拿东西敲人？警方紧急出动，现场已经无冲突，不过这个查甫也伫车内，互人带转去侦办。公车司机决定要提出伤害告诉。伤势还好吗？司机下头老血流地，倒手弄伤，就是去互这个乘客拍。冲突是发生伫个新北市路州，75岁姓黄的查甫，13早起7点外，坐3中客运806公车，因为不满公车到站无停。伊要甲司机理论，搁动手攻击，不过业者强调，乘客并无持落车铃啊。乘客到站了，但是他没有按铃，他就走到驾驶侧，跟驾驶有些争执，突然间情绪来了就攻击。台中运输的专业人员，那公车司机面对工课场暴力的风险，代替嘛才发生列车长互人骂恐吓的事件。这个查甫徛伫车厢，一直大声吵，就算列车长徛伫个头前，伊嘛无停落来，若无要配合验票，佮对列车长大声嚷。这个事件是发生伫个12暗时6点外，台铁的数字32处区间车顶悬，查甫对上山站上车了后，就一直黑白嚷，最后铁路警察到场，伫个实际站互人强制带走。经查该男泥醉且情绪激动。为预防公共安全危害，故立即带返驻地，对其施予保护管束。这个查甫失控的行为，经过警方调查，是因为伊啉酒醉，就算列车长无要甲告，不过牵涉到恐吓的行为，也是会互铁路警察依照铁路法函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摆有诈骗集团利用台湾教会公布社的名义，拐民众加入9万外块的食饭钱。今摆这代志逼出来了后呢，这台湾教会公布社也已经报案，呼吁大家就要注意这款用信用包装的网络诈骗。拍开面册的新人，今日去礼拜堂的相片，互人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又有申请的文宣宣称要为基督徒打造一个交友空间，请真侪教友点入去，这哪像是真美好的平台。但是这点入去连接，这阵网页已经互刑事局封锁，这是新型用信用包装的网络诈骗。参会，我觉得更应该要去知道了解里面的内容、组织架构到底是什么样。这一看就是诈骗啊，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台湾教会公报社职员发现，网络上有人冒用该报社名义举办联谊参会活动，借以募款。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将调其相关资料。指控本身偷用台湾教会公报社名义成立平台，甚至把真正的奉献连结放伫咧网页来骗大家信任。受害者加入来，对方会以非营利组织来打头话，再个以食饭费来讲讨13700块的费用。当事人打电话入去问，这站才别空。台湾教会公报社嘛随去报案。他们会利用这个基督徒的心理。想要找到基督徒的伴侣，第一次接到反应，可是就在我们发出这个声明之后，陆陆续续还有收到一些回馈。卖互咱想要做善事的这个心情，颠倒去用骗。台湾教会公报社澄清，总社咧台南、台北、台中高雄有册房，并无诈骗讲的讨横据点。因强调创社142年，无经营婚姻媒合和交友业务，那近来诈骗手法百款，警方呼吁大家提高警觉，要求民众于手机输入21设定来电转接至指定手机门号，由诈骗集团成员直接接收民众账户、信用卡、交易之验证码、确认电话等资讯，造成民众巨额财产损失。诈骗手法对投资慢慢南入来，金港和宗教做连结，民众若准当着私下咧招，地点无明确，也是爱付真大笔的费用，一定爱纠正细腻，唔通辛苦钱，互人骗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民进党伫今日正式征调立委辛碧荣参选台北市长，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强调，辛碧荣就是台北市长上好的人选。也若要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家己拢伫咧专注市政。另外，国民党也伫今仔日确定彰化县长的人选路，要征调前科技会主委贵平正。不过，前民众党的立委蔡壁如也讲，伊想要来参选。国民党表示讲，相信这民众党的党中央会好好处理。
由新检党主席罗总统亲自换竞选的单，民进党中执会调查确定由刘伟沈碧荣参战台北市长。罗总统表示，今麦台北市有上会主管，暗过无扮演带头的人，也无为台湾加分。沈碧荣是台北市长唯一竞选。台北市的人口不断的在流失，预算最多，但是看不到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 OK 泵，我们要给出的是要给台北完整的免疫系统。那怎么看现在你的对手沈伯洋他就问，台北队就是持续每天专注在事情上。北平电视的蒋万安强调家己一步一脚印，和所有的市民环球得到上好照顾。国民党中央中常会也确定定召前科技会主委为变成参选彰化县长，伊本人也向党内其他想要争取的对手发声，为今麦开始绝对免混乱。我绝对不是空降，我相信我对彰化的贡献不会比其他人少。今天只不过因为我的知名度可能比较低，这个是我必须要反省检讨。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所有的人才，国民党都不会忘记。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来努力。原本想要争取出选的会蒋希峰，伊为什么国民党内要参选人民民主做民调？现在是否脱党参选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领便当了。就在党中央今天征召之后，才开始进入高潮，就是传出民众党的蔡壁如认为连他这个外地人都民调都比魏平正还要高，所以有意以民众党的身份来参选彰化县长。我希望我们能够来做一个摊剖，好，那把蓝白呢大家一起整合起来。不过国民党组合会主委李泰华表示，若要过去伫共会人选时共同协议，讲的就是新竹市、新北市、南甲嘉义4县市。对蔡壁如个人参选议员，认为民众党会家己妥善处理。对民进党早就就定会参选人，但所我是表示尊重，因为对伊来讲，上重要是对选民负责。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颜旭明今传出讲涉嫌公务背信，兼防灾去环管署超也通知这颜旭明到案说明。有风声讲检调已经甲伊列做被告侦讯啊。环境部表示讲会确保政务运作，也会配合着司法调查，赶紧来厘清真相。初步研判应该是农民储存农药。在灾害的时候破裂。去年花莲光复灾前，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颜旭明去灾区处理水沟清除，亲像农药外泄的部分，做代志拢亲身到场。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个农药。不过，伊即马说人也讲牵涉公务背信。台中地检署13指挥调查局台中处无意见发动搜查，通知颜旭明到案说明，传出该列做被告侦讯。对这代志，中检回应专案即马也搁咧侦查，无方便对外说明案情。环境部证实，检调人员有去环管署敲催调查。确实早上。那个检调有到环管所执行调查，目前这个涉及到司法调查的程序所以我们不便对外说明。环境部表示会确保环管署的政务稳定运作，公共服务未中断，嘛搁再声明对贪渎零用稳的决心，配合司法调查，密切关心侦办的进度，望赶紧查明真相。记者采访报道。宜兰宜山乡长张基华防指控讲，涉嫌利用这款长期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这钱是摕来家己用。12检调发动搜索约谈专案复审了后呢，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罪嫌，声压张基华也有姓李的村长，法院是裁定这2个人受压。宜山乡长张宜华参加天务公园启用活动，伊即届卸任了后，准备转战管议员。不过，伊向也讲涉嫌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12去互检调搜查约谈。就因为当时是民政科长就照讲，伊就依法依法搞这个人代理权，警管的指示互伊代理村长嘛，村长的薪水就依法就是伫民政国家批，就
咱的主治的部分就是回里面因的账号啊，拢依法办理啊。去年向代表会有代表要针对代理船长事务费流向提出质疑，当时公诉讲，拢依照代理事务原则发放。不过检调所查出张义华涉嫌要求向公诉姓黄的专员代理中华船甲乌北船长期间，要求姓黄的查甫人每个月交部分代理船长事务费差不多4万，可以个人开销使用，时间有2年。检方大动作约谈张义华、向公诉员工甲前姓李的船长等人，获审了后，依照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罪嫌，先押张义华前姓李船长。羁押定期间，张义华全部否认案情，佮表示无收遐船长补助费。不过前姓李船长承认有侵占公有财物，法官认为2个被告有透口径消费证据的顾虑，裁定羁押。张义华虽然否认犯罪但是依卷内的证据显示被告涉犯侵占公有财物罪犯嫌重大，就是还是他可以请公假，所以还是由我代理，所以代表会今天还是会照常进行。医院向代表会目前拄在进行定期会，向长涉案了后无法度备询。公诉表示，目前公诉的运作由主任秘书主持，所以无问题。向长的案件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方便加讲，尊重司法的调查。记者采访报道。台中营总伫年初表出讲，医生呢或者厂商人员来到手术房，甲这病人开刀事件，检方在今仔日侦结涉案的2位医师、3个厂商人员，互依照违反医师法，也有刑法的诈欺主财罪嫌起诉。患者伫门诊大楼出入入台中市唯一的公立医学中心台中营总，平均一间门诊量是8,000人。不过今年1月，防检机脑肿瘤神经外科肾样的主任医师，有微创性神经外科肾病的主任医师，互厂商代替开刀。台中地检署13侦结起诉，消息一出来，民众感觉影响到医疗信任度。那个不是医生啊，如果万一开错了怎么？那个病人怎么办？当然是不对啦。主要就是你要给那个主治医师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相信他嘛，对不对？因为人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就像想赚钱也不是这个方式吧。检方调查，2个医师贪得不便利，阁有要加强甲医材厂商的合作关系。伫这项两骨类事件，甲融合手术的时，只是无医师资格的3个医材厂商人员入去手术室。非法执行电销指挥，使病人组织直入了等核心医疗行为，佮暗砍大刀的事实，甲健保署申请诊疗费佮手术费，患者嘛支付珍贵的自费医材等费用，厂商是提拨公关费予医师私底下分利，犯罪所得是1967039块。杨姓、郑姓被告身为医学中心资深医师，竟罔顾病患安全，严重破坏医疗专业伦理，建请法院均予从重量刑。其余医材厂商被告部分，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 3个医材厂商人员拢承认犯刑，纳回犯罪所得。检方以违反医师法、非法执行医疗业务、刑法诈欺处财罪嫌起诉5人，佮建请法院爱甲2个涉案医师判较重的。中营医师面表示尊重司法调查，等待判决，会加强手术室管理。台中市卫生局强调，已经对中营督导不周开罚10万，涉案医师会移送医师庭改委员会审理。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即马囝生少，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就推估，今年出世的人口数可能无到10万人，少囝化也冲击到妇产科。今年全台湾有23间妇产科诊所收起来，医界就在烦恼讲，政府若准无甲这产科的急护救护员，时到会变做有新说是无所在接生，那较偏向的会搁较吃力。 妇产科医师潘俊兴伫新北芦洲诊所开业超过40年，伊讲20多年前诊所一个月来遮生的红婴仔差不多160个，不过时代的演变，即马每个月接生量敢若剩1/4，差不多40个。佮因为健保互诊所的产科给付，每一个产妇敢若3万，根本无够成本，敢会当继续艰苦经营，嘛无排除休业来做。生产再降到30个以下就要关掉了。 房租成本、水电成本，没有产科，你妇科4人开不起来。
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1月新生儿有8000多人，2月较无7000人。虽然3月甲4月新生儿回升到8000多人，不过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推测，今年全年出生人口恐惊较无95000人，佫创下历史新高。特别注意的是，去年全台有23间妇产科诊所关起来，差不多占接生机构的1成。以该烦恼，政府若是无亲像附近国家提高产科的给付，未来恐惊变做有产妇煞无所在生产，尤其是偏向医疗冲击上大。恒春医院就在想说，我就干脆关掉好了。可是关掉以后，你恒春的孕妇怎么办？她要产检，她要跑大概100公里去高雄产检。预计会在5月底进专家咨议会，6月底进共拟会，到时候共拟委员会循健保的机制来回应妇产医学会。医界强调，产科有公共医疗性质，袂当干那靠市场机制维持，安尼无可能会大崩盘。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提出配套的计划，包括提高健保给付、补助偏向产科甲改善人力待遇等，避免冲击孕产妇的医疗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世界卫生大会 WHO 18要伫咧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今年也是美国退出 WHO 的头一年。目前咱台湾呢也未收到邀请函，不过咱台湾也会去到场馆举办头一届的智慧医疗展览，有30多间的医疗院所和厂商来参与，要和世界交流，也会继续争取让咱的台湾加入 WHO。扬帆示威，台湾走向世界。用快乐出航的心情，要前往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 （WHO） 18要伫瑞士日内瓦起过。今年嘛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头一年，台湾到今嘛也未收到 WHO 的邀请。也毋过，长期倡议台湾加入 WHO 的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表示，虽然大会内底支持台湾的有盘减一个去，毋过台湾要是要继续和世界各国交朋友。公共卫生的研究中心，或者是做者饭店。甚至友商其实拢伫遐，它是一个多边组织。那我们还是要努力，还是要进去，因为要进去交朋友，或者进去贡献我们的能耐。不管美国的作为如何。台湾可能连续10年无收到 WHO 的邀请。中国外交部顶日还阁呛声讲，台湾无经过中国政府同意，无权利参加 WHO。咱的外交部强调，台湾人民选的政府才是会当代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今年咱会伫 WHO 期间，在日内瓦举办头一届智慧医疗展。卫福部也表示，有30多间医疗院所、医疗厂商参与，咱嘛会办市场重要的专业论坛，和世界交流。全民健保的覆盖。第二个是有关于台湾吸肝在2030年提早，台湾是这个模范生，我们已经消除吸肝。第三个是台湾现在目前所发展出来的精准医疗跟结合 AI。那我们要再次强调，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跟 WHO 的25之1号决议均未提及台湾，所以跟台湾无关。不能够用来排除台湾参与包括 WHO 在内的所有的联合国体系。台湾经过 SARS 和 COVID-19 的挑战，嘛向世界展现台湾出色的医疗实力和防疫能力，一再证明台湾对世界贡献。外交部和卫福部表示，咱以往会继续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台湾加入 WHO。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5月17是阳光基金会发起的面膜平权日，主要是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外表。阳光基金会也做一份上届新的调查，发现239个外表有个样的人，有65.7%捌因为外表受到无友善的对待。那伫咧青少年内面呢，有50%捌受到歧视，而且有70%是发生伫咧学校。基金会也推出美感侦探国小教案，希望透过教育建立尊重外观有差别的同理心。时时刻刻，我都努力着和烧伤疤痕对抗。有人因为意外互火受到伤，变生做复健，都是要恢复原本的生活。但是，若身体爱复健，心情嘛爱顾。包括要安怎面对别人的眼光，还能火疗期的詹立言，受到学生时期因为外表互人歧视，是讲甲后甜目眶红。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5月17是阳光基金会发起的面部仔宾馆日，基金会嘛针对239个面部仔有个用的人做一份调查，发现有65.7%的人捌因为外观拄当到无友善的对待，其中青少年的受访者当中有50%的人捌受到歧视，而且有70%是发生伫学校。上接拄到的状况是超过一半的人会互人金看，35%的人会哄笑，30%的人会互人排斥。所以阮即届吼，就是感觉讲爱为学校的教育开始，毋是干那教讲大家莫去起笑别人，嘛爱开始了解讲吼，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手机焦虑世代，其实受到社群的影响是非常大 ，Instagram， 然后各种的 trade， 那其实都会让孩子都朝向越来越单一。这是教育最大的价值在于说，它其实可以让孩子去尊重多元的声音。基金会表示，社群媒体是愈来愈时行，外观评价已经加做一种习惯，所以推出美感侦探国小教案，都是要透过课程，让学生跳脱过一种水的想象，唔望为校园开始，和尊重外观有差别，加做日常。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有民众驶帆船去到小琉球外海，却因为风上过头，船啊变去，加在民众有赶紧敲电话报案，救援人员赶到现场，顺利救到人。海洋浮沉，一只帆船变去，船顶锁啊，佮绑着一名查甫人。边仔细只船豆豆挖紧找司机救援，锁啊固定好了后，救援人员甲查甫人和帆船救到船边，甲人救起来。食水的查甫人司机无力倒伫边啊，总算会当歇喘。12早起11点左右，小琉球中学沙埔传出有帆船变去，琉球海域救援协会接到消息，就紧出动2只船啊，含人力救援。阮救援协会迄个理事，有人通报啊，通报的时阵伊在赛事咱用空白机点啊翕啊，这细只帆船都变去伫遐。哦，风收头哦。风头哦，真正好头，袂甲远啦，毋过影响大啦。各位喜好玩水域有趣活动的朋友们哦，在活动前哦，要了解相关的水域有趣活动注意事项啊，并且注意安全，查询相关的天气讯息。这名细里的查甫人原本打算要对东港的大平湾，一个人驶帆船去小琉球的中学沙埔，2大距离大约16公里，结果到东流海域的时，煞靠强烈西北风，风影就甲伊拍变去。大平湾管理处表示，这2日屏东天气烧热，袂少民众拢会想要做水上活动。封面是位在我们台湾的北部，所以我们屏东平原处于风前暖区，吹的是温暖的西南风。加之风力不大，只有1到2级，所以感到闷热，温度普遍有大概33到34度，那体感温度甚至有34到35度。屏东地区12、13温度悬，体感温度甚至有到35度左右，而且无啥物雨水，爱等北边风面往南，温度才会小可降，毋过嘛是烧热。大平湾管理处嘛呼吁民众要做水上活动，爱注意风影和天气变化，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北市推出着社区鸟鼠类警防服务，希望协助民众解决这鸟鼠的问题。这个服务呢，对5月15开始启动。台北市社区的管委会呢，会当透过网络来申请，提升环境品质，也让民众安心。老鼠可能会透过这上面，有没有看到这上面电线一样是干净的？鸟鼠类警防署伫表架详细检查电线周围，就是要找到鸟鼠夹过的分者。台北市推出社区鸟鼠类警防服务，透过专业的鸟鼠警防署夹入社区，针对建筑甲死壳链等的环境做全面的检查，包括鸟鼠脚趾的夹痕，嘛会透过无共鸟鼠的类型，譬如讲水沟齿、触电器等等，甲可能有鸟鼠出入的路线为源头找出问题。好，所以这3种老鼠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样。那我们透过一些居住的环境啊，吃的习性啊，然后这些状态，然后来发现它，然后去找到它的一个踪迹，然后去协助民众去对付它的一个状态。台北市这摆生活行动，都是因为过去拢靠市民通报会较被动，鸟鼠出入的热区，若无人通报问题，就真好发现。环保局长嘛讲，徛个厝鸟鼠出入的状况，其实并无菜市啊，食市场数少，所以希望透过加入社区，用专业的诊断，替民众解决鸟鼠的问题。找到这个老鼠活动的热点，以及透过各种社区里面的孔洞，协助他们找到看是不是会进入家户的一个通道等等的。甚至这对于家户里面的食物源头管理，
以及堆积杂物等等，都会是我们这一次诊断的主要目标。那社区鸟鼠类情况服务环保局讲话为5月15开始正式启动。台北市的社区管理委员会通透过官方网站申请这项服务，透过专业的巡检甲后续改善一步一脚印减少社区鸟鼠的问题，提升整体环境品质，嘛互民众愈安心。记者吴金阳、志工台北报道。来看花莲有民众牵狗仔出门，等到厝了后，发现讲狗仔熊熊昏去，送病院了后才知影讲是去中到麻醉下重。调监视器来看，怀疑是县政府掠狗队做的。民众就批评讲，就算是要掠这笼动狗，也着爱确认清楚。这款乌白掠的方式，害狗仔险险啊无命，做法伤过落错啊！事件发生伫12日中昼，麋鹿和主人去市区买物件，唔知影煞熊熊走倒去厝倒落未精神。主人第一时间当作是食不中毒，紧对 CPR 送医急救了后，才发现昏昏死，是因为互人下着麻醉剂。完全昏迷，整只这样子举起来，它是完全瘫软，然后掉白眼，连呼吸、心脏都几乎察觉不到，完全检测不到。主人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当天下晡1点56分，一只掠狗仔车经过了，麋鹿的腰就出现箭头。敲电话问动保所，得到的回应是咧掠吞大龙地黑色甲白色的狗仔。不过麋鹿根本就无入去参园，这个掠狗队是看到乌的白拢成掠才讲。有犬只是受到民众的通报说，侵扰他的农田、他的农作都无法来收成。那同仁到了现场之后，也根据民众的指认，想要进行捕捉的一个作为。我们这次请这个任务的兽医师是不是具有这一个资格？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同仁方面有相关的一个需要再精进的部分，我们会来做相关的内部的检讨。事件伫光复乡引起争议，大多数的民众拢质疑官府掠狗这边麻醉的人，竟然无受医师的资格，那害狗仔翘起是谁要来负责？如果说是事主管理不当的话，应该是要用劝导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用麻醉枪这样子来射击，是不是会造成狗这个伤亡？官府解说照规定用麻醉枪需要有受医师的资格，不过也是会使以行政的方便性来处理。饲主认为掠狗队根本就掠唔到狗仔，希望官府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甲保障相关的资格了后，才来执行公务。记者综合报道。第37届流行音乐金曲奖今日公布入围名单。根据着文化部统计，今年金曲奖拢总选出167件这入围的作品，要竞争27个奖项。台语歌王歌后的部分入围的有资深的歌手白冰冰、萧煌奇、秀兰玛雅，也有头一届入围的少年歌手 CJ、单依婷等等，会当讲是真激烈。亲像真多话想要讲。以白色恐怖时代故事做题材拍的电影《大梦》除了票房好，主题曲嘛入围金曲奖最佳作曲金奖。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第13公布，入围的作品音乐类型真多元。在最佳台语专辑奖的部分，包括萧煌奇、陈绮龙等人的专辑拢有入围。入围的有银宽边走边听有限公司，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华纳国际有限股份有限公司，主题歌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腾扣咱的兄弟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我讲滚石移动股份有限公司。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有已经提过世界台语歌王的萧煌奇，也有当署长乐团主唱结党吴永杰，为做空间的老爸创作的头一张个人台语专辑《腾扣咱的兄弟》，甲今年头届推出个人专辑，就入围3项奖项的 CJ 等等。另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有捌提过台语歌协会资深歌手白冰冰、秀兰玛雅和新时代歌手陈绮龙，甲头届入围的单依婷等等。今年台语歌王歌协会入围名单真竞争，评审团嘛希望会当继续开发新的声音甲创作。我们的串流 AI， 还有现场演出以及语言边界持续都在改变的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要有一个宽阔、开放的音乐创作环境。
文化部表示，今年金曲奖拢总选出167件作品入围，要竞争27个奖项。那颁奖典礼是打算伫6月27日台北小巨蛋举办，嘛有电视甲网络的转播。记者卢尚柱、曾准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压关到3.8%，这是这3年来上界悬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中东战事引起到全球能源也个供应链的危机，影响到物价也个生活成本。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若阵战争结束，通货膨胀就随降落来。美国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纪录，达到3.8%。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进行回应，称拜登政府才是美国通膨上界严重的时代。With all of this, inflation is much lower than it was under Biden. Biden had the highest inf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now what you have is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re going to see inflation go down to probably 1.5%. 通膨压关主要来自能源起价，不过就算是排除食品能源了后，核心 CPI 4月月增率0.4%，也是比3月0.2%更较悬，年增率是2.74%，也是高过3月2.6%。其中租金成本也是核心通膨重要影响之一。根据民调机构伊普所5月上新统计，有2/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到今拢无讲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去拍伊朗，反而又会继续起悬。不过川普也是强调，伊甲伊朗的谈判未去考虑到美国人的落地啊。I don't think about Americans' financial situation. I don't think about anybody. I think about one thing.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motivates. 经济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也未完全出来，未来几个月运输甲消费成本恐怕再造成第二波通膨压力。这份报告也对川普造成新的政治压力。川普2024成功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证的压通膨、改善民生成本。另外一方面，自2月底开战以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直拢是伊朗上大攻击目标。不过，今年嘅日报报道，开战了后，阿联一直咧秘密对伊朗发动攻击，包括4月初攻击波斯湾伊朗拉凡岛的一座燃油厂。针对这条消息，阿联甲北京拢无要评论。公司新闻竟完全变译。伫咧印尼东部的岛屿道科洛火山，顶礼拜5喷发，所有一团20个人的爬山队，前一天走入去禁区内面翕相，其中有3个人不幸溃亡，也有2个是新加坡人，目前有找到因的遗体啊。Dukono eruption, guys. Today, Friday 8. We are lucky. We already climbed down. Be careful, guys. There are still many local tourists. Oh my God！ 这是火山喷发时阵，这导游伫落山中途翕到火山喷发的恐怖情形。迄时阵，这导游就大发，抑搁伫顶悬爬山人死掉了。印尼东部哈马黑拉岛的杜克诺火山侧背熊熊猛烈喷发，火山火云伫超10公里悬的天边。迄时阵，一支由11个印尼人甲9个新加坡人组成的爬山队，不过火山半径4公里面进入的禁令，进入禁区受困，其中17人伫搜救行动内底得救。还有3人躲伫火山口附近，互火山呼召带掉咧。其中一个印尼人的遗体上先找到，2个新加坡1个人，因的遗体总算伫礼拜1找到。Kondisi jenazah ya kami sulit menjelaskannya ya yang pasti bahwa sudah terevakuasi 2 orang dan memang sudah sangat tidak utuh. 救援人员表示，这2个罹难者被发现的时阵，蓝暗暗，互人真心酸。规体伫薄荷山路拢是落雨霾、分散受阻的情形之下，已经为山区thiết立伫病院进行身份鉴定。当时，医院当局已经针对这事故展开调查，要调查清楚回归入山的责任，追究旅游业者是不是爱负刑事责任。公司新闻站会面评译。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拢会落地阵雨，甚至是雷公雨，尤其是北部雨落真粗，天气也变甲真无稳定。那这方面呢，会渐渐刷向中南部，明仔载后日开始呢，中南部也会落雨咯。今天在北部地区呢，可能降雨的情况会稍微比较明显，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那在东半部甚至在中部地区的话，是属于零零星星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
那到了14号之后呢，我们还是受到自流锋面的影响，不过雨区呢是有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在山区的地方去移动哦。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跟今天相比，降雨的情形稍微没有这么的明显，东半部依旧还是属于迎风面的阵雨或雷雨。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呢，可能在这一段期间降雨的情形就会稍微比较明显。随着黄山雨方面，加上西南气流变强影响，北部过道雨是愈来愈明显。也若中部以北拢受到影响，明仔载中南部也会开始落雨。北部地区因为落雨呢，温度有小可降低，暗时低温差不多是伫咧20度左右。气象署也提醒讲呢，这阵风面会影响3天，要等到16风面离开了后，才会变好天。咱也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1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